镜头所等的台湾，离明年的大选剩32天，来看台北市立委的选战。本地这个国民党的蒋万安是赢民进党的吴怡农赢真多，但是上新的民调，即摆敢若赢9个百分点。吴怡农看情势大好，请来到总统府的秘书长陈菊陪伊徛伫路口来拜票。啊，那蒋万安嘛来搬出着太太科技业的女强人，两阿某就伫国体头前各选票。大家早安，上班加油！民进党籍立委候选人吴怡农徛伫生活顶面，背伫边仔是总统府秘书长陈菊，比搁较赢棒。这个第一次为怡农，这是第一次。秘书是调工安排，即天陪伫路口邮票，即嘛是美丽岛事件40周年。陈菊当年坐假出国，就带着吴怡农因兜40年过去啊。吴怡农即摆代表民进党要拼台北市第3选区，陈菊专工请假陪伊。跟对手相差不到9%，让新的世代来迎接更多的挑战，所以我非常支持怡农。大家看到了民调呢，我们内部的数字让我们甚至更乐观。立委候选人蒋万安，感谢您。有吴怡农对手蒋万安想要拼连任，无遐乐观，无大开陪伊，干那因某陪伫国体前伫拜票，点半钟拜票动作拢差不多。最后1个月的时间啊，我太太也特别，她把一些比较忙的行程排开哦。那她也知道选情比较紧绷，希望能够帮助我，那我非常感谢。不管是男神或者是这个选举，就是努力，然后当然选民是最大咖。双人对决拢找人来相挺，嘛拢总有袂使输的压力。